大家好，我係歷史狂人 Charles， 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的故事。佢嘅一生彷彿是一場跌宕起伏嘅歷史劇，既有輝煌、榮耀，也有無盡的悲哀。1906年2月7日中午，溥儀出生在北京醇親王府的思謙堂東屋，其父醇王載封為光緒帝的同父異母弟，其母幼蘭為慈禧太后寵臣榮祿的次女，二人共育有2子3女。光緒34年10月20日，光緒帝病重之際，慈禧太后頒發懿旨，授載封為攝政王，並要求將溥儀着在宮內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由此，年僅2歲嘅溥儀離開王府，入住紫禁城中瑞宮，受隆裕皇后撫養。11月14日，光緒帝崩逝，慈禧太后召集皇宮大臣，宣布光緒帝遺詔，命令醇親王載封之子溥儀入城大統，位至皇帝。自此佢就成為清朝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光緒34年11月初9日，年近3歲的溥儀在太和殿內正式登基，成為清朝歷史上登基年齡最小的皇帝。溥儀即位後改元宣統，自次年正月初1起為宣統元年。同年9月10日，在中南海瀛台堡童書屋，溥儀開始接受教育。宣統3年8月19日，武昌起義爆發，僅在2個月內，就有15個行省宣布從清廷獨立。為此，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並授予他指揮國軍的實權。在此等困境中，載封被迫辭去監國攝政王職務，退居醇親王府。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溥儀頒布清帝退位詔書，並接受清室優待條件12.6，結束了清朝入主中原以來的268年統治。溥儀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最後一位皇帝。依據清室優待條件，溥儀在退位後仍能在紫禁城居住，並保留原有的皇帝尊號，且原有的太監、宮女等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均可照常留用。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溥儀只好被迫退位。從那時起，他的生活開始急劇變化，失去皇位的他，像一隻失去翅膀的鳥，無法再飛翔。儘管如此，溥儀在流亡生活中依然保留着對皇權的渴望。1917年6月16日，長江巡閱使張勳秘密前往紫禁城養心殿覲見溥儀，談論復辟計劃，溥儀勉強答應。此前，張勳已經召集各省軍閥，召開4次隨州會議，取得軍閥對復辟活動的默許。而在覲見溥儀前，張勳麾下的定武軍已經進駐北京，整裝待發。至6月30日，張勳、康有為等保皇派人士前往紫禁城，同內務府大臣世俗以及溥儀的帝師們一同召開御前會議，決定立即行動。至7月1日凌晨3時，溥儀於乾清宮升座，接受張勳、康有為等人的叩拜。溥儀也再次登基，開始親政。此後3天，溥儀連發20道上諭，大肆封官加爵，並賞賜張勳的部隊。然而，在7月7日，段祺瑞指揮的土翼軍同定武軍開戰，而秦國容亦派飛機向紫禁城投下3顆炸彈19，使溥儀不得不派梁鼎芬與麒麟前往日本公使館，為自己尋求退路。1917年7月9日，段祺瑞率各路軍隊共5萬多人，包圍了定武軍控制的北京城。同日，王士珍入紫禁城值班，並請溥儀參照1912年信委的方法，發出退位詔書，向民國政府交權。至7月11日，王士珍再次上奏，要求溥儀取消復辟詔令，溥儀均不允。7月12日，段祺瑞的軍隊攻入北京城，張勳率家人逃往荷蘭公使館。至13日，溥儀方面向段祺瑞致函，稱所有7月1號以後諭旨，
自應一律撤銷，為期12天的復辟行動就此宣告失敗。抗日戰爭爆發和滿洲國1931年918事變後，愛新覺羅後裔希恰趁着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湘參加母親葬禮，不在吉林市城內，命令士兵開啟城門，向關東軍投降。希恰發信邀請溥儀前往滿洲，復辟帝國，救民於水火。在日本的支持下，先擁有滿洲，再逃關內。以希恰為首的前清貴族向日本人提出迎接溥儀至滿洲，建立君主制國家。關東軍也早已認定溥儀是適合的滿洲國元首人選。同年11月8日，土肥原賢義製造天津事變，將溥儀從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帶出，經大沽街、營口市、旅順口區，最後再前往撫順市。滿洲國皇帝1934年到1945年。1934年3月1日，溥儀正式登基成為皇帝，年號康德，稱為康德皇帝。日皇為表慎重，在溥儀登基典禮的時候，特別贈送一輛凱迪拉克豪華都鐸8 C 型轎車 Cadillac Deluxe Tudor Limousine 8 C。車首前方、車體後方和車輪中央都鑲有滿洲國國徽，以表示對溥儀登基成為滿洲國康德皇帝的祝賀。溥儀雖然名義上貴為滿洲國康德皇帝，但實際上所有重大權力和決定都要得到日本關東軍的批准才可以實行。而滿洲國康德皇帝只是個象徵性的頭銜，實為傀儡君主。1935年4月6日，在日本關東軍的授意下，溥儀以滿洲國皇帝的身份首次訪問大日本帝國首都東京，受到日方高規格接待。1940年6月26日，溥儀第2次訪問東京，由昭和天皇親自迎接。滿洲國以黃道落土，五族協和為建國方針。滿洲國建立之初採用執政政治，共和政體，1934年改為君主政體。1945年8月9日，蘇聯開始8月風暴行動，蘇聯紅軍迅速打敗了駐守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11日晚上，溥儀、溥傑、嵯峨號和其他親屬在日本關東軍士兵挾持下，在新京東站登上火車展開逃亡行動。13日到達臨江市大律寺街，停留數日觀察最新戰爭局勢來決定是否要前往鴨綠江大橋進入朝鮮半島境內。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17日晚上，溥儀在大律寺溝宣讀滿洲國皇帝退位詔書和取消滿洲國康德皇帝尊稱，宣告滿洲國正式滅亡。24。1945年，二戰結束後，溥儀被蘇聯紅軍俘獲，隨後被送回中國。經過審判，他被判處10年徒刑。在監獄中，他開始反思自己的一生，逐漸意識到自己作為皇帝的種種錯誤。1950年8月1日，溥儀與滿洲國其他263名戰犯在綏芬河由蘇聯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被送往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為期10年的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溥儀的囚犯編號是981。1959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向溥儀頒發了特赦令通知書，而後溥儀離開了撫順戰犯管理所，並於12月9日回到北京。1960年3月，溥儀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任植物護理員和售票員28。1963年6月1日，遷居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東冠英胡同40號院的西式別墅。1964年1月1日，溥儀加入政協全國委員會，任職文化歷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後作為特別邀請人士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4屆全國委員會委員，選擇了平民生活，成為了一名普通人。他嘗試融入社會，學習新知識，甚至寫回憶錄。這一轉變讓我對他產生了新的理解。
或許這是一個人真正成長的過程。經歷了輝煌與苦難後，他終於找到了生活的意義。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時30分，溥儀因患腎癌、尿毒症、貧血性心臟病，經長期醫治無效，於北京人民醫院逝世。終年61歲。溥儀的一生是歷史的縮影，承載着一個時代的興衰和變遷。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歷史不僅僅是過去的記憶，更是我們每個人都要面對的現實。我們要從溥儀的經歷中反思自己的生活，珍惜當下，努力追求真正的自由與幸福。